咁啊，晏晝1點半鐘左近，青島城陽374公共汽車喺行駛過程當中，駕駛員黃師傅突然之間聽到車廂裏頭傳嚟一陣嘅騷擾，回頭一睇，竟然見到一名男子喺車廂裏頭咧剝光豬，搞咩啊？睇睇。你看他就這樣脫了衣服，他就是把褲子穿上。他一開始是脫了衣服了嘛，家長過去跟他說，他可能就把這個衣服就褲子什麼的穿上了。一開始說就穿了個三角褲頭，就在這個位置。喺青島一輛374路公交車上邊上演咗驚人嘅一幕。當公交車行駛到大山站嘅時候，一名年齡大概50歲左右嘅男子突然之間將手入邊嘅錢分俾周圍嘅乘客。存折裏邊加了200-300塊錢吧，把錢都分給乘客了，大約也就2-3個人吧，反正50什麼10塊的都分。與此同時，男子做出咗更加瘋狂嘅舉動，佢將身上面着嘅衫除到只剩低一條底褲，嚇到車上嘅乘客都紛紛跑咗落車。乘客對我說，後邊個人都把衣服都脫光了，我都停車以後我回去上後邊一看，這個人跪在地下，在磕頭。駕駛員黃師傅即刻上前勸阻，男子隨後先至將啲衫一件一件咁着翻衫之後，佢又不停咁喺車廂入邊叩頭。呢種瘋狂嘅舉動持續咗大概有20分鐘。你看，在不住的在這給那個乘客磕頭，乘客其實很害怕。你看都下車了。據黃師傅講，男子就住喺城陽附近，應該係患有精神疾病。接到報警之後，民警將男子帶去咗派出所，並聯繫上咗屋企人，將佢帶翻屋企。